大讲讲一句，台语有艺术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。时间亲像风沙子，一百年啊，就3月啊。今仔日咱的主题是一档内底的第3个节气——庚得。庚得，汉字写作庚得，罗马字写作戈恩庚，得一得。庚第一条，得第8条。庚得差不多拢伫新历3月初5到初7迄卡斗。得就是动物通拖寒人米伫土里过冬的意思。庚得的时，单春雷甲过冬的动物叫好起，天地万物开始布衣。庚得的前后会拄着2月初2的土地公生，土地公也就是福德正神，是工商界福婿的财神。除了正月以外，逐个月初2、16拢会传承礼甲拜拜，叫做做月。2月初2是头月，12月16是尾月。头月甲尾月是上隆重的。俗语讲，未庚得单雷，下49日乌，意思是讲，若庚得正前就单雷公，过来会连续有一阵仔的歹天，所以庚得这卡斗天公伯啊，单雷公的时机是真重要呢。庚得了后，天气会较烧热，人讲庚得鸟仔拍翅。意思是庚得的时，若你伫土里的桐花拢照出动，连鸟仔嘛飞出岫，跳伫树尾拍翅。六庚得过冬，布衣做月，未庚得单雷，下49日乌，庚得鸟仔拍翅。庚得这阵啊，感觉天地万物拢开始活动，春天来啊！今年咱嘛爱好好拍拼哦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